被添加人會在功能號收到邀請消息。有權限的管理員手機端釘釘進入通訊錄，左上角點擊企業名稱，切換正確的企業，點擊管理，選擇需要的方式添加成員，通過手機號添加。被添加人會在功能號收到邀請消息，需對方點擊同意後方可進入組織架構，通過其他邀請方式。需要對方點擊邀請鏈接進入申請，提交申請後需等待管理員審通過即可進入組織架構。管理員會收到新成員申請提醒，點擊進入同意即可，也可進入通訊錄。切換正確的企業後，點擊管理，選擇新成員申請進入，可單個點擊同意，也可在右上角點擊進入批量操作。根據需要進行勾選或全選後，點擊同意即可，也可操作批量添加。在管理後台通訊錄成員管理，點擊批量管理，選擇批量導入、導出。批量導入成員會覆蓋原有員工的信息，如需更新已存在的員工，請點擊導出。修改成員，點擊導出。選擇需要的部門後，輸入手機驗證碼，驗證通過後點擊下載，務必查看填寫須知，根據要求填寫後保存。點擊上傳文件，再次點擊導入即可。導入成功後，被添加人會在功能號收到邀請消息，需點擊同意方可進入組織架構。成功加入後，新成員可在手機端釘釘通訊錄處點擊左上角切換，查看組織名稱。